什么选择？我给你的意见就是彻底放弃掉斯巴达小队。放弃掉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斯巴达小队这项技能，对于单独行动的参赛者或者少数人的组队来说，还可以作为不错的辅助。但是，放到我们这样的大型队伍中，其作用就微乎其微了。因为鬼天盟本身就是集体行动的团队，我们成员之间构筑的配合协作，比起你的技能要更加有力和高效。小斯巴达们才不弱呢，就算现在还不行，但我相信他们以后一定能变强的。很遗憾，但我们没有这个时间，距离预赛截止只剩几天了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要让这项技能获得突破性成长，那除非发生奇迹。你要如何选择呢？紫堂幻，听从我们的建议和安排，鬼天盟至少可以保证你通过预赛，还是说你坚信自己是那种可以引发奇迹的人？可是，放弃了技能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紫堂，不用担心，对现在的你来说，斯巴达小队只会造成无谓的元力消耗，果断放弃他们，才更有利于发挥你真正的力量，作为召唤师紫堂一族的力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并不是什么秘密，能意识魔兽的紫堂一族，谁又不知道呢？而本代族长的嫡子紫堂幻，只要稍微调查一下，你的身份也是很容易确认的。哎，紫堂一族，那是什么？难道紫堂你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？我只是个不被家族承认的废柴而已。那只是你的过去，如今你身在凹凸大赛，更是我们鬼天盟的一员。紫堂幻，在这里，你可以重获新生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会给你机会，让你去证明的。金、紫堂幻，虽然相处的时间还很短，但你们已经初步获得了鬼天盟的认同。不过，要正式加入我们，还需要经过最后的试炼。这是高级魔兽幻影龙息。我相信以你们现在的力量，杀死这只魔兽并不是问题。但是，既然是试炼，自然对你们有更高的要求。更高的要求？没错，这次的题目就是降服这只幻影龙息吧。不是击杀，而是降服。要想继续向前迈进，就必须勇敢告别从前。来吧，金、紫堂幻，去证明自己，超越自己吧。紫堂，你真的不使用小斯巴达了吗？没错，金，我相信鬼狐大人的话，我不要永远做一个吊车尾。好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金，你先尽量限制住他的行动，然后就等我来收服他。喂，大蜥蜴，看这边！可恶啊，这样不行，果然还是得想办法封住他的行动。可是该怎么做呢？四脚蛇，来追我啊！
令你，离子的野兽啊，听从我的召唤吧！契约完成。成功了吗？你成功了，紫堂。可惜。不要放弃，还有机会。你现在的用法只是恢复原力，试试自己能力的其他用法吧。那是。看我的新招式，矢量缠绕，魔兽缰绳。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做到了，万有龙息被我降服了。真没想到，竟然是这种情况。但是，金、紫堂幻，你们确实成功通过了试炼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鬼天盟正式的成员了。最后那招是什么呀？有空跟我较量一下。